欢迎收听5月21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新的篇章诗篇。诗篇总共有150篇，而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诗篇1到2篇。诗篇的第一篇呢，被称作是整卷诗篇的这个引言，而1到2篇呢，他们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他们都讲到什么是有福的人。你是有福的人吗？一位有福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呢？他对生活的定义又是什么呢？有许多人问学者说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这位被称为存在主义之父的齐克果，他提出人的幸福是在他的生活中，他不将生活当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经历的现实。也就是人他的幸福在于他愿意活在当下，他享受这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持续的前行。其实如果我们知道齐克果，我们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位信仰上帝的人，而且他之所以会被称为存在主义之父，是因为在他当时的生活中，他看见许多人是活在宗教仪式的里面，并没有活在当下。他的解释或他的认为是，他觉得活在信仰当中是需要投入委身，实际经历，透过行动去活出那个信心，去活出那个从上帝来的盼望。他说这个叫做信心的跳跃，因为人是有限的，怎么能够有什么样的认知，有什么样的聪明，能够认识无限的上帝呢？是因着上帝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使人可以连接到无限的恩典，然后让我们的信心就像跳过去一样，因为我真实在那个过程中经历到有限的人被上帝的无限所接纳，所以我在那里面我真实有盼望。这也指向每一个诗篇里面的这些作者，他真实去经历上帝的同在全能，他真实相信上帝的在，所以他在做这个祷告，他在做这个诗歌，不管是赞美的诗歌还是哀歌的时候，他就像是上帝就在你的旁边，你正在说这一段话。所以每一篇诗篇都是人他真实经历上帝的过程所写出来的。而今天的引言，或者是今天的王士诗或登基诗，有人说诗篇第2篇是大卫所写的诗，其实他都讲到一个有福的人他会做的选择，他身处在的环境当中他怎么做选择。诗篇第1篇说，不听恶人的计谋，不跟罪人的脚步，不与侮慢上帝之徒同伙，就是3不。然后呢，不是3不1没有，是3不1有。有什么？他只爱慕上主的法律。这样的人，他被称为是真正有福的人。这样的人被称为真正有福的人，因为他有所选择。他选择离弃邪恶的道路，从他的思想、行动跟环境，然后他做一件事情，不只是远离，更是要让自己充满在上帝的话语的生活里面，使自己在每个选择的时候，因着我的思想、我的行动、我所在的环境都充满着上帝的话语，所以我就知道我要怎么做。然后他透过他的经验，他说邪恶的人不是这样，邪恶的人他们做这些事情，最后呢，结果就像糠皮被风吹散，就没了，都飞光光了。而这样的人最后还要被上帝定罪。然而一个有福的人，他却是在上帝跟他同行同在，彼此认识、彼此为生的过程中去走人生的道路。而进入到诗篇第2篇呢，就从环境来讲啦。当这个环境好像人人想要当王，他们不将上帝当作上帝的时候，好笑的来了，就是上帝仍然是有全能可以选择谁成为那个王。
所以人自以为是，甚至自以为义。然而诗人的体会跟经历却是上帝他决定，而且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诗人他亲身经历到那个他对上主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做了你的父亲，你求我就把列国赐给你，全世界也要归属你。在这里诗人用这样的表达去表达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每一个人不管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今天被上帝所拣选成为了那个有权势的人，重要的不是要去争夺，不是要去增进，不是要去比较到底谁比较有权利，而是要用敬畏的心侍奉上帝，战战兢兢俯伏在他面前。不然怎么样呢？他说他的震怒急如星火，你们要突然死亡。所以向上帝求庇护的人多么有福啊！一个从个人的心思意念开始，一篇从整体的环境来讲，都讲到有福的人是活在上帝话语里的人。今天的你跟我都是有福的人吗？我们怎么定义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呢？而有福的人今天将要经历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赏赐诗篇。每逢读到诗篇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就在这当中得安慰，被同理，一起思想上帝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经历的这个过程里面所拥有的智慧。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不听不跟不与那邪恶之人同伙。若是我们觉察到这是我们身处的环境，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有敬畏上主的心，有敬畏你的心，使我们所行所做所思所想都走在你的心意当中。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主啊，跟随你的人就在那高山低谷中，仍有你的同在同行，更有你的全能来掌握带领我们继续走这恩典的道路。但是若我们不合你的心意，或者是我们执意要走自己的路，我们都知道真的是走向虚空。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觉察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领受你的心意，我们是有福的人。愿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中思想行动，并且将这样的一个恩典来帮助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诗篇有许多诗人他真实经历到的上帝，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愿上帝赐福你，让你今天开始成为有福的人。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